港交所388中期純利升39%至85.2億元，息增至6元。港交所388公佈，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，中期純利85.19億元，按年增39%，每股基本盈利6.74元，派中期息6元，按年增38%。期內收入及其他收益為140.76億元，按年升33%，以 EBITDA 為109.39億元，按年升43%。有關業績的詳情，請參閱該公司之正式通告。分享不易，如果今集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幫忙點個讚，訂閱一下，分享俾你的朋友。感謝大家。